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见不费功夫。想是弟弟回来了。下一我真是啊，那你家可是性别不错。哎呀，这就是了。请问姑娘，不知卞先生可在家中？我弟弟方才出门去了，不知公子得来请卞先生前去辞别。这冰冰，难道他家也养女不成？请问公子，你家是王女生病，还是三女生病？哎呀，姑娘哪里话来？是我姑母生病。啊，你姑母？真是我姑母。这倒奇了，我姑母生病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公子，我弟弟医不来的。啊，你弟弟不是郎中吗？那上面出了一个事。公子，请看。牛医偏语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你弟弟是个牛医了。真是。哎呀，这块小生路嘛，小生告辞了。哎，公子啊，你邀请的那个郎中卞先生，他不是在这边呐？公子啊，现在临相东子，你调笑我心内，光顾上小轿。三家大门开，早暖一杯把分享，门前两只老杨驴，在那边自上你便归程。多谢姑娘，小生光见。怕不是？那你看的是他。
太神郎才女貌真相当，曾来我愿意从中助他呀妹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且放心，虽说我王春兰是个年轻寡妇，不便出面识媒，但是我那表兄所见与那我屈生，乃是同窗好友，我可托他前去的。所见身心爱是君，功名利禄我不惧。嬉笑怒骂皆文章，放浪迎恨不知趣。等到我往事不公的光速生，我爱是身头风流。昨日里青兰雕眉来托媒，直到是胭脂去了相思愁，是这般多情女子天下少这个月下老人一出马，管教他了家相思尽龙去。西找找不到，原来他到我边途去来了。爷的，就算爷的。哦，原来是少杰兄，我认得你好苦，你往哪里去呀？今天4月初1是我姑母60大寿，我是去拜寿的。拜寿拜寿，花样造句，先可相得，后且老句，有什么意思？爷的，你不必去了。有一张妖精的大喜事等着你呢。哪来的大喜事？爷的，你瞒着我做的好事。半月前，青衣出头，牛衣美呀，他怎么知道的？秋雨一回，小家财。不要作践，我全都知道了。那姑娘放你叫燕子，你有一泪，他有情。我本想出面赴月老，只因你路上的我是难分，不料想那胭脂为你生去病。那姑娘今日只是多情应生，我与你定共水中亲兄弟，因此为你心不宁，甜美是情谁不苦，
恰与过两卷自己告你听，压定你月上楼上黄昏，团房燕子听众生。哎呀，君子不为非礼之事，这也见思维。哎呀，断断不可，断断不可！哎，什么君子不为非礼之事？圣人曰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至于何方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表妹已经压定叶子，今夜等你了。怎么去吧，去吧。怎么办？死不得的。你呀，我把你好友一比，比如什么？喏，河边小杨儿，潇洒有风流，仔细看一看，我等。哎呀，是了，书记兄他平时最开玩笑，莫非他今日又来捉弄于我？书记兄，你需要骗我了，我不信于这等事，告辞，告辞。他倒不相信起来了。哎，也得慢走，也得慢走。
不信我也摆手去，我想做红娘，做不成，待茶酒意为家转。远房中一盏灯，沙场黄莺女采去，辕门虚掩为家双安，分明是多情燕子盼郎君，有趣啊有趣！我所见风花雪月见得多，从未见过相思病，谈不知这相思病儿怎样生？哎，我不悄悄进去看个明白，明日里再遇秋水，心开呀心。我沉睡太久，前去打话，设法讨个平真来。到那时，看你我秋孙心事不心。我公子，请坐。小生高坐。这样的入围，我倒从来没有做过啊！我公子，你来此做甚？姑娘，自从那日相见之后，小生朝思暮想，查万无心。听说姑娘近来肉体不安，心中甚是不宁，带来团房。外望姑娘要报仇了。同一生也团圆到此来，因此关记在心内。既然你对我与真情交汇，
对，真坏了不上进，花轿子别来抬。本子言判官虽是一般小，只觉得神清气上心花开，多谢我郎心深。王姑娘真我一不表心为那修也变人好。许大记着虚话，张须莲花映一杯，春雨与我表心铜田有当铺开那个城里头，城东开办关饭店，城西开个狮子楼，吃的有这个贼是个王子在码头。是又是不来凑，个爹娘也是个财人无杀，等我做对头，欠债欠的是没头金，个家事把他是孤军，剩下一半杂货店，关门的那家要得眼前个头。实的是道理有，十多不养个渣多不贼，我毛大神就是陈少爷，三教九流是个朋友，那个赌场里向唱金车，咚当当个喜悠悠，那个悠悠当当，那个当当悠悠悠悠当当当当个悠悠。有怕头，今日我看中过王城来，一时不便我难下手。今日里
说结果成全。隔壁个老太婆欠我200文油盐钱还不出来，我就将你头上的银叉拔来抵债，用银叉我挺将城南狗呀，哎呀狗呀，哎呀狗呀狗呀狗到底。敲门，我是说姐呀，原来是表兄。你多谢姐姐开门，毛大这厢有礼了啊！你来做甚？我看你一人在家不朗朗清清的，得来陪伴侬。快快出去！何必假装正经？侬对侬表兄说几有情嘛，就该对我毛大有。真是无赖！我送你一样好宝贝，看，喏，真是好宝贝呀！喏，看啊看啊看啊！哎，哪里去？你要杀我？你杀？你杀？哎，我哪能杀得杀你呀？这个给你，那什么好东西？喏，哦，原来是买凤头银叉，还是想看白牛的你？我可不喜欢。秋生不相信，他不肯去。那便是好是好，叫人家胭脂等居了，这是真急出病来。你且放心，表兄我好有一比。比什么？好比俏郎中专治相思病，上问用何药？毛名啊？你去毛名？是啊，那胭脂姑娘实在多情，我隔场地来修夜一遭，你说有趣不有趣？你呀，真是没规没矩，专做这些荒唐事情。啥时我去生起了你心，看你怎样说得清楚呀？这我倒没有想到啊。许爷呢？哦，修爷。修爷不见了，修爷。
到花影在。一张小叶拿彩色，转弯没过向前走，老从所生我求生，今夜要把眼子疼。他们竟比我翻相头，天仙美女们高升。不知道胭脂姑娘住在哪里？这便是相王，想必是在这里。胭脂姑娘，胭脂姑娘，小生我求生得来拜访于你，那休也在此。胭脂姑放水！放水！住手呀！放水！不放水！住手！住手呀！我要你的命！求生却当成糟了。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啊？都怪我一时不饶，冒出去了胭脂秀叶，如今两次如此大案，也罢，待我到官府出手，杀青秀叶之事。表兄，想到廖正元四次不同，你才讲出去叶之事，定中用我到你的头上，这时候是的。这好有一比呀！你们比什么？快想办法要紧！哦，因我看来，你还是联动众位同场好友，西部联名长子得到知府衙门，据称我去省再做逃离。表妹他太快去！
了人我身杀人案，宽是汉文理不明，分明是却当陈昭公，难怪那秀才廉明高不平，乡下官少年不为红，无知出征立志与用心，实际出到东厂处，不停要朝夕扶门，朝夕是清明他生鸟生之愿张红已在外乡等候，请他进来。子父与我是同业，称兄道弟好几年，不料他的官运好，我便地雷，他便天。辽人之愿张红觐见，哦，张年兄久违了，久违了，张年兄请坐。谢送。大人属的一官盛饭，均已带来了。年兄尽是礼哀，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？这张案子，下官只身一当，便已三落杀出，与我辛苦。哦，这身一趟，正是好他才。杜正年兄，大人夸奖，区区小案，何作挂齿？生命关天，真是区区小案。真是一桩生命大案呐！年兄多案之后，可知百姓我也不服。下官兵力太短，一清二楚，岂有不服之理呀？辽政院数十名秀才，连名长高到本府，你且快来。啊！真是一派胡言，岂有此理！哎呀，大人，你千万不可轻信呐！年兄休要教操，依我看，将胭脂墨取身带到这后堂，你我好生再细问一番，你看是何？何必多此一举？童儿，传胭脂墨取身，后堂问话。是。见过他人，你二人可曾相识？自然相识。叶子，你将血液是何赠送于他，从日将来。哎呀，胭脂姑娘，你我萍水相逢，无冤无仇。我是拿过你的绣花言呐，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于我啊！此刻哪个叫你说话？胭脂，你是大人，这个啊，大胆叶子，公堂之上已经照顾，今日警官反供不正，年兄需要惊吓于他。叶子，本府与你作主，不为冤屈好生，你且从实将来，休也可是你亲手交进他的。哎呀，胭脂姑娘。
平，夜半相偎在窗前，歌唱对语诉相思，瑟瑟默，他日举结平一莲，路到他终于老人真君子，枪断泪眼烟明，心念情虽呀是我今生真前尘万错不虚言。这就是了。好，你等天下。慢，叶子，你方才言道隔窗相会，又这样将血液交付于他，也是歌唱的歌，可曾当面恳请？非曾当面恳请。隔窗的歌，不曾当面恳请。我再问你，陈夜才遇何事？你弟弟背上又才何事？都是在4月初一那天晚上。哎呀，他人4月初一那天有生前往姑母家拜寿，请神应举这个生根，当晚是在姑母家中，亲本领里皆可作证呐，望他人欣赏冤枉呐。一派无言。童儿，索取我秋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，将我秋生带下去。是。叶子，你与我秋生相爱之事，尚与何人知晓？这个并非旁人知晓。你小小女子，无人穿针引线，岂能与神私会？难道你不想为你弟弟报仇不成？哎呀，大人，此事至于邻里王春兰知道。王春兰，他是何等样人？是个年轻寡妇。寡妇，大人，他可是个好心人呐。你且退下。张年兄，此案破绽百出，以本府之见，还当重审才是啊！他真是新官上身三把火，傲气凌晨是臣能。大臣，下官顶礼断此案，陈正法正见分明，外人自负臣服宽，高官平安，帖子才劝他人莫听凶手片面词，又何必多为此事？空非本府旨意已定，年兄请便。告辞。不送。快他捕风捉影，始作聪明。大人，我秋生之事已查清楚。将来4月初一那晚，我秋生确实在姑母家拜寿，就愿这个上根，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怎讲？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怎
岂能够分身四位与杀神？其中蹊跷非难了，定与冒名定其谁？也知道此事未与陈兰笑，定是他心里风景起何根本？关童儿所的寡妇孟春兰是买当朝与空把手金童儿随我来。是。自从杀了别老头，我常在屋里看风头。风声不进的我不走，风声一进的我就溜。不料想衙门抓取我求生，个员官判他是凶手。我马大有了天色关，不用急也不用走，今日里再去看看个小王。啥有机会我变下身？毛大少爷，毛大少爷，毛大少爷，做啥？我欠侬200文钱，侬不给把我头上的人差拔去，侬搿200文铜钿还侬，侬把人差还我。老太婆啊，人差都被我杀了脱噻！我过2日寻着了还不侬啊？哎，那做啥？人差死了啦！搿是我娘家打了个假账嘛，都买不到的。有啥个了不起的啦？难道我毛大少爷还会陪侬出去呀？不要啰嗦嘞，我还有要紧事情，要紧事情的。你啦，哎呀，老太婆，侬啊家，把人差还我，把人差还我。卖胭脂花粉。教中改办出府门，为端其安保持性命，春节走阳过闹事。来自城来家门前，带着冒名英雄我趟了个圈子的老太婆就请我负责罪。王春兰家到这，不晓得他可在家。慢点
卖燕子，侬说啥？卖燕子。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哦，是个咕噜客商吧？哦，真是。个咕噜客商讨厌得很，怎么在这里卖燕子？喂，哼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这里卖燕子！怎么这里卖不得吗？侬还不晓得？喏，在那门来里向有位燕子姑娘，就为这燕子完成了一桩人命案子。这里是是非之地，你还不快注意一下？哦，此人团队团闹，莫非王春兰？哦哟，你做啥？请问真姓大名？莫大少爷，毛大。侬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？哦，实在多蒙之典，特来向你道谢。算了，走吧。好。呀，我叫侬走开，侬偏不走。实话告诉侬吧，这里是寡妇的门前，没有人会卖你的燕子。既是寡妇，那你几次三番在这里团队团闹？莫非你看中这个寡妇不成？这个人我生气，我毛大少爷为得看上个丑寡妇，个丑寡妇老早有想好噻，是哪一个？是个烂秀才。寡妇的表兄名叫索杰。索杰？耶，侬也认得索杰？哦，不认识。这妇道人家名声要紧，你可不要乱讲哦。那我骗侬做啥？侬不相信嘛？侬们人家去好嘞，这索杰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可是随便啥个坏事体都做得出来的。要是他知道狗的一个相好，一定不会让过侬个了。胡说八道！我这是在这里买卖燕子，谁要给得他的相好？好，那你就在这里卖燕子。因为索杰回来了，可不要怪我，我没有提醒过侬啊！可不要怪我，我没有提醒过侬啊！那毛大提起寡妇，看法很深，看来不是王青来亲近之身。毛大师，王春兰与他表兄索杰私通，我一路而来，也曾亲身。莫非？咦，那帮来的莫非就是索杰？长子到府中，无影于无踪，好事十成扑龙通。相公，这是上好的燕子，可要买吗？燕子，天人多少万呐！燕子，令人红颜不老，真是天人烦恼。相公们是买一盒吧？不要，相公，此乃名牌正货，并非冒名顶替。你这个人，我要这样啰嗦，是不要，随时不要，快走！好。好奇怪的呼啦！表妹开门，表妹开
开门。表兄回来了。秀爷，什么？秀爷呀，这不是燕子的血液吗？哪里话来？那个秀爷分明被我杀戮了，怎为在此？这明明是燕子的血液，你问不信？你看这血液上的花样，还是我血给他的。我之所料。知府大人没来由，鸡蛋里面挑骨头。为辽政之愿传接知府大人。罢了，本府今日重申言之有爱，你且受一报，听仔细了。是。传所见，所见上堂。参见知府大人。下官可是所见？真是，不知大人何况为了何事？快把胭脂一案从这招上。哦，大人问的是胭脂一案，大人那辽政院这是糊涂。哼哼，那我秋孙却是冤枉的呀。所见，你既为我秋生命冤，本府且问你几句。大人请问，私有出言，那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？这个也是想不起来了。你且仔细地想上一想。这可曾道过胭脂家族啊？他怎么会知道的？可曾冒名我秋生许来修业一张？哎呀，妻子，看他辽氏之人，想必是个清官。我若实质正经，他定能风清月华。丁大人虽有初一那王月生，却人毛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怎么说得出口呀？讲啊！月生却曾冒名我秋孙拿来修业一扎，就是了。既算是此，你玩耍什么花招？问起我秋生命什么缘？快将杀身英雄之子从实做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怎么弄来弄去弄到我的头上来了？哎呀，大人，月生日有受到世俗，一向奉公守法，绝不杀人之事，让大人详查。好
一个受到世俗奉公守法的修正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。你本子玉门中派来参长，那官府受公儿莫负王法，平日里星光道，面绿说话，与寡妇本是同，拜金风华。冒名顶替偏修业，二番迎接大圣上，公道自然官调来，从日早来免罪刑罚。哎呀，他人冒名顶替谁与错，但恰是人人之内一片心，修一行也变色路，转眼之间不知人，此夜英雄必受惊。听说凌云冒名人，外方大人心相差，却不可为了真凶却好人。哼，真是奇谈怪人！你嫉妒世俗，因我夜半三更私闯鬼门，冒名顶替去调戏叶子，啥是羞也失落？我问你与我凭证？有理要得开山道，你为我吞吞吐吐不做谁？奸情却若难调来，人生千岁不人便不挖情，他人你莫要一口咬定不讲理，须知道全自古才恶生，愿之王知府当上元明经，不料你何法不根而虚名。你既从府里苦分别，看金婚大当今中放放心，调度不当难招生。左右各取见证，充当事实。所见，你早是不早？多谢大人，事实大报，若是我好友一定必什么？所见刀过他，八部落乱岗，欲困难分辨冤枉。我笑你狂妄腐烂，本是要中派来。我笑你四命青天，恰是无度昏光。本府难道当初不成？若是因我无辜受刑，趁你剪掉本府了事之兆。神弥陀大，若生无情难走。
本府按理问你无言可辩，本府依法当你。你尽管顶草，与王成兰私通是你，冒名顶替是你，骗取修也是你，杀死英雄当然是你。本府轻审万佛，轻万查问，查得正神的命，不怕你不走来呀！有他因此去。将所见当日死牢，方趁我去顺，推他。张年兄，张年兄，辈子在此案一名如何高见？辈子知罪，辈子知罪了。年兄，你呀，你查案不想加文正，草菅人命才非轻，你将那一领官诈当先报，但听那风光亮影断心，真凶逍遥不发为，无人却愿难明，侦探所到臣服梦，王孙朝廷弃平恩，须怪我不念旧情义，王法服死难安虚心。万马年兄，多多报还，多多报还。休得多言，唯愿听从去吧。
仕途奔波，发誓上错身誓约，到东厂。路女我身江湖来，为的是言之以外有冤枉。我挑选问卷心常宽，来与亲总商量。恩师在哪里？恩师在哪里？哦，恩师！一起。恩师不知辛劳，莅临教会，请上水乐声一把。你起立从了，恩师请上座。起。小夫当初不顾社口之女，引起我四次团中，刮起便来了。恩师当着教会，要升升官吩咐，每日对此反躬复心，作为所有之理。引起多礼了。恩师请。恩师地区胭脂要案卷中，想必宽顾了。宽顾了，不知恩师如何告诫？这个嘛，叶妻以老夫看来，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，要审清此案，确实不容易。哦，恩师夸奖，恩师夸奖了。叶妻，老夫有几点钦点，一些卷上，请言妻死去看来。是。夏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。此案不明，尚有3年。所见初次冒名，请追杀桃园之路，后次前往银河府对偏山之门，此意一言。所见功臣，须夜当夜失落，言之不落在第3层之水，此你何也？所见在英雄加于我屈身，因我一切列名状为我屈身命愿，挟此3年，共言其传强。我知道每夜宝将定不上，不料想当对交来，随意飘。莫非此案看错了？
3年何转不到？恩师，那所见做着心绪错对美，何况若恨风雨高，雪色落浮萍真心光度撒花招，连名剧场难交集，金顺特巧已在到，恩师引我翻起全引起于是上去擦去好，嫔妃为师来阻拦，须知道有关生死命一条，自古生生有名去，不雅字，身份字，生死字，命偏字，对云字。全引起这将此案须推敲。以恩师之见，还当怎样推敲？以老夫愚见，这将此案仔细查考，实有破绽，撇大从审。这个若生不管聪明，此案上报安岳衙门专审一部，批文即刻殿下，岂可轻率从事，再犯此案？立地于山，真是轻率从事。以若生困来，尚不作为你。哎呀！门生见推事转，更令为私心难。只怪他年少气盛，我力轻，我万大尊于他，护你堂一起。卷上的皮子且不谈，我与你同往天家喜他宽。恩师，此种案发至今，早已多犯大困，尚再多此一举，只怕徒劳枉费，杀人消谈。什么？为师陪你前往一走，你这点情面都没有了吗？哦，既然恩师定要前往，有甚奉陪？你诧异，非是你来陪我，乃是我来陪你。是子，恩师，请。
这里就是别生的房间。那日他不断寻我一大场，吓得我连日茶饭也不想。幸亏恩师伯父宽，这不定还是我生的土当。他骂我糊涂，是啊糊涂。年兄，请啦，因何羞涩？在一旁，年兄自己请便，何必多言？恩师，言之就只在后院。老恩师，要做代宝来大看，这真是捕风捉影空是旁，他年迈糊涂。相劝恩师快收场恩师，凶水别从这里跳江而进，跳江而出。恩师既无所见，就请为夫去吧。且慢，也请你来看。自愿生肖分配外，前后有门公四开，前院桥后江堤。言气苦曾看平台。不错，年兄，你看是何啊？强高强的运动怎样？言气杀杀凶手是杀尽情理不成，非你猜。如今耳根接到此，因苦伤根有从来。长官，如今初次来冒雨，后院柴门已是开，即使当夜有重返，却为虎，不在柴门，不在草庐，不把后院的墙，反挑前院高墙，不得言之贵方，恰到便上放弃。这是为何？恩师高人，恩师高人。学生早就料到，
杀人凶手定非所见啊，年兄，大人，恐怕你也一时失策了吧？难道是拿我求生不成？顶多嘛，我错，你也错，大家半斤八两。你咦，这杀风之中，何问放过？原来是一枚宁差。你差，眼前此宁差恐有事一理。恩师，杀人在真乃是虚言，这宁差如何作为你？眼前秀言虽是在真，但是宁差落在凶手跳墙之处，难道不该追查？是啊，恩师，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。听是凶手落下的，也便是所见之物。眼前有误，是此无同。是啊，年兄，你也太武断了。心口此王，如何为之？为民父母必须此从，切不可以就是自先讲。你查是非罪证，难道不该追查？你以为强是你恰是为何？是啊，是啊，此案破绽不彻，暂不终身，岂不是草菅生命？恩师，若生生爱父亲爱，公正举荐成天安，举报将门到营部，杀犯案，上司将谁承担？为官在鸡鸣道远理当算，立案重生苦中劝，杀死上司为将才死于山，取名丧恩，同承恩担。年兄莫要太师尊，须知讨怎样？这生命不能当儿戏玩。你气死我也！老恩师故这计节将我难，那张红冷言冷语，把是非论得谁与宽宏良，也难免负名落重新关恩师，若生谁在我的前，今生几案数完，父老送来万民山，不负其名天下传。亲生官方得在真，明察去报听此案，非必落落混用百姓口此王，王为官恩师年满亲自从，许官若生要死在案，堂上真是若生从，我心愿怎么样？炸下无杀不做官，
马内河只得江中恩师名，恩师且用我为尊抚养。也罢，老夫苦口不心，话已说尽，你愿不愿做个清官，由你自己。你查拿去。多年，相思爱啊，本是我得一字句。自称一力一争，
林大圣，方才夸我送来银幕平等一见。银幕批文。燕子一爱，心中所盼，燕子发疯为家，王成兰监禁3年，兄弟所结结的帮扶隐藏此中。此中我的名字应该是宽家家，只问圣上天儿神天。好王。一部批文杀明经，是非确实写得清。暖得破案本不错，五百百姓送一名。更何况不问一下案事体，岂用反复度此层？还童儿所的胸怀到他堂。见堂
年金榜高中言色，谈心人子欢颜生。我言道高官贿赂非所望，自在水火真理明，是文言身在须但愿我用水此子不轻云，并言道是独自上多风险，凡事常须慎思淫。此言我深深明非夫真是手指挂后天。老恩师弟曾一点空雨伞，那阴差至今尚未查分明。倘若此爱过于错，我只能立即若是披战营。我若是太翻原困于重生，难免世上小马生。因我批文非儿媳，吃饭才非群。是
程序。我与那张红尘了同来生做难遇难安，难杀老爷，两班衙役监狱参军，请老爷升堂批斩。什么？请老爷升堂批斩。童儿，传书记王成来。老爷，传是传书记王成来。参见大人。书记，你放在路过门外，引我口出狂言。是这一定，将于何方？我却问你，杀人英雄之事，你从何而进，从何而出？啊，那是公堂之上，你不问不清楚，今日半夜三更，怎么心血来潮，与文妻这过来了？讲，是说是后门而进，后门而出。一怕无言。请问大人，你要我从吾而进，从吾而出哪？分明你从监院跳墙而进，跳墙而出。狂徒因何发笑？我把大人好友一比，比什么？一是小小主，天秀幽玲珑，佛内节节苦，不同。他大人休要跑跳之类，你想想，燕子家中我曾去过，清清楚楚，说门说路，我若要进取英雄，难道不在后院在门挨将，方去天马监院高墙不成？如此看来，大人thật是无度，真是好笑啊，好笑！还要下去！恨狂徒言语疾风内藏不与本府怒颜色狂雷，恰与
反倒强人母心查考。王成兰，你如何冤枉？大人，那是血液当一片已失落，民妇所见血液一夜，二人不曾离开。那一杀人之事，是非所见所为，望大人明察。王成兰，我却问你，你与几个奸夫？哎呀，大人，民妇所见乃是青梅竹马，实在别无他人。我岂不信？大人不信，可到街坊查问。谁说一声三番两次调戏民妇，民妇也从未应允。是何人三番两次调戏于你？是毛他。毛他，我再问你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可曾到过你家？是。哎呀，大人，民妇想起来了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时曾来过。他来做甚？他带着1枚银钞前来调戏。被民妇推出门外，毛大出门失策，我便将门关上。你可记得是怎样的1枚银钞？记得是1枚镶嵌帕牛的凤头银钞。镶嵌帕牛的凤头银钞。啊呀，不错，你这看来可是这样的1枚。哎呀，大人，真是这样1枚。那天晚上，实际何事为主？毛大出门不久，实际就来敲门。我知道修业庭外是天真，有才子银钞揭开愿一层。莫非那毛大阴差得也去迎接？错对门路还神明，我何时曾闻道应不？孤单从人听讲无伤，再从同生童儿年吗？是。
将杀死偏生之事从实招上。大人冤枉呐！你看这是什么？秀爷，秀爷之中还有什么？人才，此人才是你英雄之子，落在别家降下之物，张真去见，招是不招？这人才不是叫人的，小的不招。待认真。参见大人。上言作证。毛大，你拿此人才前来挑衅于我，还我低来。毛大，这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起的，你还管拿这个天子地面？事到如今，还不快走！无招无证，叫我招什么？却真是塞！毛大家说，随着兄道一把，血意一起。那么条子，小的愿招，愿招。瓦工。将毛大当日死牢，放出燕子所见王城来推他。打开中门，侧进。千言千惭愧不起，在府门前自处能改。其生言，你草菅人命，不知悔改，老夫我也要传你一本。难得你几番辛劳血气冤，不愧是把民好情一声晴天，愧难当，难太成王都言。煞非恩师金玉环，他错自称，才非钱。神明关天不显，差子真假好理解，为官在
为举笔落马，且军中就黎明我，先无杀于为言，但交代九剑无冤。